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2，旧历的3月28，礼拜四。总统蔡英文早起陪同邦交国瓜地马拉的总统到桃园大溪去参访地厂甲老家。面对总统初选蔡偌之争，到即卖也无改。总统讲，伊尊重民主的机制。另外，中国的新华社来报道，讲总统府的资政宋楚瑜认同一国两制。蔡总统是呼吁宋楚瑜爱出来讲好清楚。总统蔡英文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总统莫拉雷斯昂某翕相，做到桃园大溪老地厂。总统比较喜欢瓜地马拉的咖啡还是台湾茶？蔡总统有想一个遮印。当然都喜欢。Do you like Taiwanese tea? 我们很喜欢。蔡总统伫回答问题时有较细致，面对另外一个友邦所罗门群岛考虑要甲台湾断交，总统讲整个情形拢有障碍。这段期间以来，中国对我们的打压确实是不断的，而且力道也越来越大哈。但是呢，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哦，跟我们的友邦们一起努力哦，来稳固我们的外交。中国新华社专访总统府资政宋楚瑜，讲伊认同一国两制两岸政治协商。总统回应的态度比前一天更加强硬。我们希望他自己可以出来对社会能够说清楚哦。那如果他对于一国两制抱持的是一个肯定的态度的话，我们会请他离任。面对国际压力以外，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时程，就要等到22才有决定。总统强调讲，尊重民主的机制。